大家好，我係阿東。前一段時間，國內四中全會開完，出台咗15-5規劃，即係未來15個5年計劃。咁第一個5年計劃，從2026年到2030年，喺以前呢一種5年規劃，佢係喺國內嘅。但係而家我哋嘅5年規劃係面向國外嘅，佢唔單止係關乎我哋國家嘅發展，而且仲係關乎到我哋每一個人嘅民生。其中內容就包含咗4個方面。第一個就係中國而家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呢一方面係中國而家重中之重嘅發展。喺好多技術方面，例如芯片啊、人工智能啊、AI 啊，喺以前呢一種高科技技術一直都係俾國外棘住我哋中國嘅，佢哋就掌握住最核心嘅發展。但係而家中國嘅呢一種技術其實已經喺全球入邊有到話語權嘅啦，咁就意味住我哋未來，比如下一代，例如大學生，佢可以選擇嘅咩專業，又或者後期擇業嘅時候揀喺啲咩工作領域。只要我哋睇得明呢一 part 嘅話，就知道未來嘅發展方針喺邊度，風口喺邊度。無論係創業或者係就業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幫助。第二 part 就係擴大內需，等我哋中國老百姓可以夠膽使錢。其實而家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水平已經係比以前越嚟越好，好多人揾嘅錢亦都係越嚟越多。但係點解好多人都唔夠膽去使錢？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經歷咗上一段時間嘅疫情，好多人份工係好唔穩定嘅，隨時會擔心自己失業，然之後冇收入。還有就係對於大件嘅使費嚟講，例如房地產啊，例如車啊，反正呢種大型嘅消費，你呢頭買完，可能過一段時間即時就降價。你就以我老細為例，佢5月份買部車68萬，7月份60萬。短短2個月時間就蝕咗8萬蚊啦，所以就係因為咁嘅情況，好多人唔夠膽去大方面消費。咁為咗刺激我哋國內老百姓嘅消費，而家國內就好多啲咩以舊換新啊，又家電嘅國保啊，又省保，甚至有啲地方而家層樓都可以以舊換新。還有就係而家國內銀行嘅存款利率已經係低到離晒譜。佢就係唔想你再將啲錢擺喺銀行嗰度，想你快啲攞出嚟使咗佢。咁佢第3 part 講嘅就係一路一帶向全球發展，即係等於全球佈局啊。通過國內而家最先進嘅5G 技術啊、新能源啊、高鐵啊，向我哋全世界輸出中國嘅製造力係有幾犀利。其實喺好多國家都係靠我哋中國製造嘅零件去發展嘅，咁樣就可以令到好多外貿嘅企業或者係海外嘅工程師創造好多嘅機會。目前中國就唔淨係局限於咩長三角啊、珠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已經係將個目光擺咗喺全球，向全世界輸出中國製造。咁第4 part 值得阿爺公布嘅，未來係採取優居優住。反正我哋以後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通過一套樓，然之後令到我哋嘅身價翻幾倍，呢一種房地產暴漲嘅時代已經係過咗去嘅啦。而家阿爺講嘅就係逐步回穩，將商品房回歸商品屬性，達到全面小康嘅呢一種情況。未來房地產市場就會處於兩極分化嘅情況啦。咁嗰啲核心區域嘅優質樓盤就會變成優質資產，而例如一啲發拍房啊、比較舊嘅二手樓，甚至有啲開發商資金已經係唔掂啦，賣唔出去嘅呢啲房源，就會俾國家收購，成為保障房、人才房同埋安居房。其實安居房呢度，香港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70%嘅香港人都係住公屋或者係居屋嘅，其實國內都係咁樣嘅。20%嘅人掌握咗全國90%嘅財產，而80%嘅人淨係得到10%嘅財產，貧富嘅差距就係越嚟越大。好明顯嘅，我哋房產嘅比例都係3-7分嘅。咩為之3-7分呢？就係30%嘅人佢擁有嘅房產係佔咗市面上70%咁多，即係啲有錢佬一個人名下幾套樓咁樣嘅，其中包括我老細啦，一個人有7套樓喺度嘅。所以話我哋咁樣嘅情況底下，對於我哋普通老百姓嚟講，買啱樓盤就係我哋老百姓未來人生嘅必修課。呢一點真係唔係我喺度危言聳聽。而家惠州2025年上半年嘅網簽數據，我哋喺網上嗰度可以查到㗎啦。喺前10個樓盤入邊，竟然有5個都係復盤嚟嘅。咁作為優質資產，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㗎啦，周邊嘅配套好，流通性比較好。
咁作為垃圾資產嚟講嘅話，大家又識唔識到點樣去篩選呢？今日就通過喺銷量入邊都排喺前10位嘅5個樓盤，等大家知道點樣去認清一個樓盤好定唔好。喺惠州呢一度嘅銷量排喺第3位嘅十里銀灘，網簽嘅套數賣咗263套，其中有70%接近200套都係由我哋香港朋友買嘅。首先，香港朋友買呢一個樓盤嘅原因，其實我分析過就係2點嘅啫。一個就係價錢平，對於香港朋友嚟講真係毫無壓力。第二個就係因為佢係海景房，佢呢一種海景房其實就係屬於旅遊地產嚟嘅，但係佢嘅地理位置，其實我哋通過呢個圖可以睇到，佢係最遠離深圳。本身成個惠州市其實有80%嘅購房比例都係由深圳嘅朋友去組成。咁對於喺地理位置上面嚟講，佢哋係幾乎唔會去嚟到海邊呢一度買樓嘅，因為對於佢哋每日返工放工嘅時間係非常之耐。咁仲有一點就係旅遊地產，佢唔係話1年4季都係旅遊旺季嚟嘅，佢只有嗰幾個月時間先係會比較多人。然後我哋喺附近嘅商家，佢只係會喺嗰幾個月嗰度開業率會比較高啲。但係亦都正因為呢一點，導致咗成個海景房呢一邊，我哋日常嘅生活水平其實係好貴嘅。例如喺市區入邊，你點個粉10蚊，有啲8蚊就有個炒粉㗎啦。但係你喺海邊呢一個位置，真係要10幾20蚊嘅，直接翻咗1倍。呢一種消費水平真係直接接近咗深圳同埋香港㗎啦。咁對於我哋本身就諗住話低成本享受高質量嘅退休生活，就完全係失去咗呢一種初衷。還有就係佢嘅常住人口只有2.8萬，所以佢呢度所有嘅樓盤入住率基本都唔會係好高嘅。好多人就係為咗度假，間唔中過嚟玩幾日，住翻幾日係 OK 嘅。但係如果你係諗住長住嘅，我都唔講話嗰啲家電受唔受到呢一啲海風嘅抗腐蝕能力，就連我哋嘅人啊，吹呢啲海風有鹽分嘅，住得耐啊，我哋嘅身體都會容易出問題。咁而家喺十里銀灘呢一度，1500蚊左右嘅單價，我哋都可以揾到一個房源。你喺最高位嘅時候，1萬幾蚊，等於係直接一折，可能都未必賣得出去。最主要就係佢呢一度嘅產量實在太多。而且好多人買咗之後，發現原來海邊住落嚟係好辛苦嘅。你話夏天嘅時候啊，同啲朋友去玩下，睇下海景、游下水咁樣，的而且確係幾舒服。但係當你到咗冬天嘅時候，吹住啲海風，你點頂得順啊？凍都凍死人啦，真係。所以好多其實買海景房嘅人，真係佢淨係諗咗啱啱開始嘅嗰一段時間，即係比較新鮮感啊，覺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咁樣。但係佢就冇長久去諗未來嘅流通性啊，或者係居住嘅舒適度，以及呢一啲房屋嘅配套設施。咁之後我哋再講翻嚟其他一個銷量嘅樓盤，君悅府。哇！我真係估唔到呢個君悅府可以賣到206套。而家海倫堡呢一個房地產已經係破咗產嘅，點解可以賣得咁好？其實就係因為價錢平，4000幾蚊嘅單價。佢呢個樓盤嘅地理位置，澳頭同埋大亞灣西區嘅交界處，我哋通過地圖可以睇到呢一邊係屬於深圳嘅地塊，佢橫跨晒成個大亞灣西區。從君悅府呢一度，如果我哋揸車去到深圳交界處，都要成將近40分鐘。咁你咁長嘅時間，而且附近呢一度佢係冇軌道交通嘅，對於呢一班深圳朋友嚟講，佢就幾乎唔會去考慮呢一個位。還有就係佢周邊嘅配套冇咩大型嘅商業嘅，好多人就會講，咁佢價錢平啊，我預算又係咁多4000零蚊，的而且確呢一個價錢係好平，但係我哋買嘅樓盤係一個已經破咗產嘅開發商，佢嘅物業管理同埋佢嘅房屋質量，你哋夠唔夠膽去賭呢？咁其實我哋所有嘅樓都係由鋼筋水泥去起嘅，點解價錢可以差咁遠？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地段同埋周邊嘅配套。你如果住喺呢一度，去到邊度我哋都要搭車，可能啱開始嘅嗰一段時間你仲可以接受到，但係時間一耐，你哪怕話想落樓食個飯、買支水、買包煙，你都揾唔到任何嘅超市，任何可以解決我哋日常所需嘅地方。你覺得你住落嚟呢一度仲會唔會舒服啊？佢呢一個地理位置就真係可以講話係三不管地帶嚟嘅。呢一種三不管嘅地帶，佢未來肯定係因為佢配套嘅缺失，令到成個樓盤嘅價值越嚟越低。然之後住嘅人肯定就會越嚟越少，物業管理肯定會越嚟越差，令到你成個屋苑絕對係會越嚟越爛嘅。所以我哋真係千祈唔好因為話自己預算有限，然之後揾啲比較平嘅樓盤，真係一定要擦亮我哋對眼
去睇清楚一下。咁其實喺呢一個片區，仲有一個樓盤都係賣得比較好嘅，佢嘅銷量都係排咗喺第7位，就係呢一個龍柏花園。講到呢度，可能又要俾人鬧啦，不過都係要同大家講下，即係佢呢個龍柏花園，首先喺地理位置上面嚟講，佢都係屬於我哋大亞灣嘅澳頭，就喺澳頭板塊。本身澳頭就係屬於大亞灣嘅老城鎮。如果你講呢個澳頭片區入邊嘅基礎設施配套其實係 OK 嘅，就我哋自己同啲朋友時不時都會過嚟澳頭度食下海鮮，過嚟呢個濱海公園度玩，還有呢一個小桂綠道度踩下單車嘅。但係如果你叫我買樓買喺澳頭呢一個位置嘅話，首先我肯定就冇可能嘅。我喺惠州呢一度已經有10年嘅時間㗎啦。對於澳頭呢一邊嘅發展，幾乎都係冇咩大型嘅市政配套入場嘅，嚟嚟去去就得啲好細嘅改動。我好多住喺澳頭呢一邊嘅朋友，其實而家都係往大亞灣林森片區或者係直接去到深圳嗰度發展。佢呢度係冇咩產業支撐嘅。如果我哋想行街睇戲食飯呢啲大型商場嘅，都係要搭車15分鐘左右去到萬達廣場。咁至於呢一個龍柏花園，佢嘅入住率係好低好低嘅，比2成佢已經係算係好多啦。我哋去睇樓嘅時候，基本都係日頭嘅時候去睇嘅，好少話晚黑去。當你晚黑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唔單止龍柏花園嘅入住率低，周邊嘅例如一個盼山粵海啊，例如一個粵璽公館啊，呢啲樓盤佢整體嘅入住率都係得個2成嘅，而且喺樓盤底下嘅街鋪啊，基本都係冇開嘅。我之前有一次去龍柏花園嗰度影過呢個視頻嘅，然之後3日唔夠，開發商就係咁打電話過嚟叫我將條視頻下架，唔好對佢樓盤造成一個好大嘅影響。當時我去嗰度真係行咗一圈，行到腳都攰，都揾唔到一間便利店，買包煙買支水都好難，只能行到去沃爾瑪嗰一邊先可以買到。咁其實呢一個樓盤最唔受歡迎嘅原因係咩？係佢用一種香港嘅理念過嚟惠州呢一度開發，佢大部分嘅面積段都係細戶型為主，1房或者係2房。雖然你總價係低啊，40萬左右可以有套樓，但係其實呢一種產品類型喺國內呢一度已經係屬於淘汰嘅啦。我哋而家普遍都係以3房作為剛需產品，有啲一步到位嘅要求係4房甚至5房嘅，冇人會再去考慮1房2房嘅。可能對於深圳或者香港呢一種超一線城市嚟講，因為樓價比較貴，所以我整嘅面積細啲，咁我總價就會低。但係對於喺惠州呢邊，本身樓價就唔係好高，而且而家好多買樓嘅人真係好似阿東而家咁嘅年紀，準備結婚嘅，帶住個小朋友，你買個咁細嘅，住起嚟係好壓迫嘅。佢哋寧願係租樓，都唔會去選擇買細單位。咁仲有一點就係，佢近住我哋呢一個濱海區嘅石化區啊，時不時你真係可以聞到嗰啲排放嗰啲氣味嘅。對於我哋嘅身體健康嚟講，唔多唔少，肯定會有一定嘅影響。龍柏花園呢一個樓盤嘅地理位置，其實同樣都係屬於喺大亞灣嘅邊邊嚟嘅，去到深圳都係一定嘅距離，又冇軌道交通。咁就本地人又唔買呢一個澳頭，然之後喺深圳上班嘅人又唔會過嚟澳頭買，就令到我哋到時如果買咗喺澳頭度，你想轉手嘅係好難好難。不過佢呢個開發商團隊啊真係勁，將自己嘅缺點扭轉成為優點。對我而家講就係，我唔賣俾大陸人，只係賣俾香港人，要將龍柏花園打造成香港人喺惠州嘅第2個家庭。其實實際上人哋大陸人根本都唔買。就係因為佢呢啲面積段好尷尬嘅。咁仲有一個樓盤就係呢一個德豐九曬府，呢一個九曬府啊真係誇張啦！佢係一個屬於首先交樓嘅時間已經係違約嘅狀態，其次就係佢為咗交樓啊，求其整嘅咋啲樓，嗰啲樓宇質量啊，入戶嘅大堂玻璃，還有小區嘅綠化，你真係入到去睇嗰陣時，哇！你都係睇到都眼冤，好多嘅業主。而家都已經係認命啦，好過你唔交樓。本身呢個樓盤佢嘅地理位置係緊挨住深圳嘅，而家藍色呢條路隔離呢一 part 就係深圳坪山科技園生物醫藥學嘅嗰一 part。咁近住深圳，其實呢個地理位置可以講話係天時地利人和，而且距離我哋而家比較關注嘅沙田地鐵站都係6-7分鐘嘅車程時間就到。但係呢個樓盤嘅開發商真係好唔爭氣。佢喺資金上面嚟講，真係負債累累，就連佢嘅老細啊，而家我哋喺企業查上面查到，都係爭咗有7個億。所以當時本來係諗住2024年嘅年底交樓，
結果就係因為資金短缺，一直都交唔到樓，跟住嗰啲業主都驚㗎。算啦，你就算求其整都好，起碼你可以交到層樓俾我哋。還有佢而家呢一個樓盤嘅狀態啊，係全部都係處於查封嘅，賣一套解一套，賣一套解一套咁樣嘅情況。對於我哋買樓嘅人嚟講，呢一種房源其實風險係好大好大，所以話有時真係我哋買樓啊，千祈唔好跟風啊！你唔好認為銷量可以排喺前10位，個個都話好，咁我肯定買唔會錯噶啦。你就好似而家咁樣，你前10個有5個都係嗰啲伏盤嚟嘅。喺惠州呢一度真係乜都唔多，就係樓多。你話樓盤係惠州嘅土特產，一啲都唔誇張。但係真係好多樓盤嘅內幕消息，對於香港朋友嚟講，本身對於惠州係人生路不熟，對於呢啲樓盤就更加係一知半解。如果我哋係毫無準備，盲中中咁走過嚟買樓，人云亦云，個個話好咁我又話去買咁樣，你10買肯定9錯噶啦。所以希望大家喺買樓之前一定要做足功課。如果我哋係要諗住過嚟惠州買樓嘅，又覺得呢一度實在太大，唔知道咩地方咩樓盤啱我哋嘅，大家可以私信我，我哋一齊討論一下，根據你嘅需求，我同你推薦幾個樓盤，睇下啱唔啱你。另外就係如果揾阿東買樓嘅，仲有額外嘅獨家優惠。好啦，我哋今期嘅視頻就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喺買樓嘅路上可以順順利利。下期見，拜拜。